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好啦，我是敢若听到一个就是西人的名，不过我想要想，都想不起来。是，莫想安尼做着。我知影啦，无得甲你直接教堂关伫厝内面哦，心肝啦较郁卒啦。要无安尼啦，较等你跟我斗阵出来去食饭啊，先出来行行，无得甲去撞到一个熟悉你的人啊。唔免啦，我是留踮喺厝的就好啊。哦，好啦，那安尼我就无勉强你啊。啊，李官啊，李官啊，我等你就无解释我后背啦。你名啊？头家娘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又有少爷这么大汉的囡仔，我是不是原来有翁婿？假使我若是有，是不是同款有一个囡仔这大汉的？阿兄，你若我带俊兴做伙来啦？咱囡仔人较歹规矩啦，启动甲细明要讲代志，若带伊来哦，咱这顿饭哦就免想要食。我本来是一直插尾来啦，后来听说起讲要出来佚佗哦，囡仔人就啥呢？人来佚佗哦，都无想要来。俊兴甲素琴，颠倒煞比甲阮阿嫂较亲。阿嫂，你袂食醋？咱俊生自细汉就素琴带大汉的，我感觉伊就袂赴啊，伊就敢亲像伊的年父共款，我哪有可能甲伊食醋？阿兄，你看，你带着厝阮阿嫂吼，遮尔有道量的查某人，你是足福气的哦。哎呀，什么福气？若要讲福气哦，性命上福气啦。哎，你想看卖？四川遮尔一个后生，还无咱找着呢。性命啊，容易哦。来，饮一杯。多谢多谢。我听秀华讲，这件代志你要替我出面。我希望吼，你会当好好甲人讲，若无吼，万一对方若唔肯甲囡仔互咱，哎，就废去啦。哎，这点你放心啦，我想你做较久啊，什么场面我嘛看过。要处理代志呢，总是爱讲天理国法甲人情啊。我会看出办事啦，你就放心。哎，对啦，你顶一遍毋是讲咱病院要对美国进口一个脑部检查的这个仪器，什么时阵入来？应该是最近啦。啊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哦，啊，着阮阿兄厝内底煮饭迄素气嘛，较早毋知发生过啥物代志，所以就失去记忆呢。阿兄是讲家己若入来吼，你带来咱院，互你检查甲治疗。既然伊失去记忆，伊想哪知影伊家己的名叫素琴？就是安尼啦，素琴这个名哦，是我家好的啦。哎，我伫以后人若叫你治疗时阵哦，慢慢就了解啦。好，免问我一来来来。听到啊！当人民用啊，伊生病吼嘛，甲黄老师讲伊赶紧要随这囡仔倒转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一个较好的教育。我嘛有教育啊，只要伊若肯读，我拢有读啊。尊重我阿袂了了，我嘛有读啊。这我嘛相信。啊，不过人迄边是医生呢，你甲想看觅，假使讲互人胡明娘倒转去迄边，啊，总是比含你倒遮，逐工含要阿乱相续，这环境更较好啊。对方是医生，医生是要安怎？我是刺仔，刺仔敢有死人的内伤？阿爸是走去倒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是走去倒？阿爸，上来叫啊，上来叫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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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啥吗？阿爸！哎呦，我的脚啦！哎呦！你啥啦，阿爸？
我咧树仔顶迷一下，啊，你画一个，我摔落来。哎呦，我脚就去啊啦！哎呦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赶紧叫阿姨即马甲咱请医生啦！啊，毋过你咧？哎呦，你紧去啦！哎呦，较紧的紧去啦！好啦好啦，你听到我睡来啊！美官啊，迄边遐敢若有点仔款的，有人过来看卖。头家，你要买啥？哎，小妹妹，咱来借问的吼，恁遮有带一个叫做喜金嘛？伊就是阮阿母啊。啊，真愈好呢。啊，恁找伊要做啥？我是要找恁阿母吼，问看讲恁遮有一个乞丐，叫做吴天狗的代志。你是要问伊找着囝的代志啊？对啊，小妹妹，啊，你连这代志你都知哦？最近大家拢嘛咧讲，唐告白就是不准人伫下面头前提起，连面量伊嘛不准人讲。是安尼哦，像无要紧啦，我今日来吼，就是要问恁阿母吼，甲田瓜姐吼，要来讨论这代志啊。你讲无要紧吼？对啊，啊，你老母有伫哩哦？你当请伊出来无？我阿母去病院。啊，是安怎去病院的啊？唐告白跋倒，脚骨摔断去，阿母送伊去病院。啊，玉静啊，你看，阿爸即摆脚断去啊啦，以后敢会当行路？会啦，啊，即间吼是咱庄仔内上大间的呢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拢是我，啊，哪会讲拢是你？啊，就是我无好啊照顾阿爸，阿爸才会当对树顶爬落来。这啊，袂去完全怪你啦，要怪吼怪恁迄阿爸啦，啊，不时啉啊水茫茫安尼啦。这吼，互伊一届的教训，看后届搁安尼啉。阿爸，阿爸。医生啊，啊，有紧无？伊的脚挂断去，我拄好有甲伊做手术，伊变烦恼啦，应该是无啥问题，啊，毋过带伊治疗哦。带医哦。对啦，阿爸，你的脚敢搁会痛？痛到要死哦！痛死上介好啦，逐工少啉酒，啉无死好啦。歹势啦，医师，你安尼无用无讲吼，甲你麻烦。无要紧啦，我等下再验人只啊来甲你答时啊。无你稀罕啦。免了，物件款款的，咱来等。哦。哎呦哎呦，爸爸，他是安怎啊？哎呦天啊！哎呦，你是还较白目呢？哪囡仔咧？啊，脚着伤吼，话走就走，较简单。我甲你讲啦，人医生讲吼，你着爱带院啦。带院哦，啊，敢要带真久？带到好为止啊。无咯，脚受伤，我知影，我青草糊糊就好啊。医生一定要叫我带院啊，我若带愈久，伊赚愈济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伫带，我的鸭要安怎？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会饲啦。啊，你的脚受伤，当然嘛要伫遮饲养。哎呦，你看，咱明良啊吼，比你较捌代志。是啊，我是惊讲吼。哎呦，我知啦，你惊无钱对无？啊，我嘛毋是钱便便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我拄好有一枚花红的表啦，我会先笑你啊。袂用，我袂用用查某人的钱。我是笑你的呢，啊，你有钱你嘛要还我啊。对啦，啊，你规工拢无食物件吼，我出来买互你食吼。等下，小等，明良，你巴肚嘛枵啊吼？啊，对，你即马去食饱才转来，吼。意思哦，若会方便吼，海头啊，甲我赶一罐转来啦。海头啊！哎呀，你困无困吼？莫迷茫啊啦，明良，咱来去。哦。谢谢小李哈。哪你讲？医生，阮是不是咱入来甲看者？会啊，你咱入来看就无要紧。多谢。你是啥？要创啥？你是吴天宝先生哦？是我啦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姓马，叫做马启东，伊是我太太。我先坦白讲啦，阮今日来是为着美容这个囡仔代志啦。免讲，美容是我的囝，伊无论啥都唔当想我要甲带走。这我知影啦，
那小李话你讲呢，生的呢，吃一边啦，用的讲就较大天嘛。明拢是你就细汉饲大汉的，这是绝对事实啦。什么人嘛无法度来反对啊，对无？你既然会安尼讲，你来找我要创啥？老先生，你先莫生气啦。其实阮阿母今日来是专工来甲你斗3工的，啊细明就是闽良的亲戚老爸啦，伊是阮妈的妹婿，啊真拄好，阮有开一间综合病院，细明伫病院内底做院长啦。是啦，做要入来时阵呢，我有甲这医生啊讨论过啊，伊讲你若要到这医甲你较好呢，爱开真节钱。我是安尼啦，假使讲你若肯来发一间病院哦，我保证，互你上好治疗，而且哦，你的费用呢，1500啊，我袂甲你收。你甲我收，好，恁想我用这个条件要来换冰凉是啊，免收啦。是啦，我是你误会啦，我意思是。误会甲6会咧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紧离开哦，啊无唔通我头壳对你无提起哦。免讲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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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明良啊，明良啊！哎，你哪完了做出来啊？明良啊！哎，阿爸，你先来阿爸，阿爸出来啦！阿爸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。就是讲，你甲讲咱病院是无？无唔对啊。当当，俗记啊，就是家己仔交这个老大人。伊甲俗记啊，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是安怎我唔捌听俗记啊讲过？啊，无定着，伊知俗记啊下落。 局长，我想开刀不要啥款。这放心啦，现在是手术对小明来讲真简单的代志嘛。搁再讲伊交代代志，我拢处理好势啦。大人囡仔拢甲吵到到遮啦，我再来看家己安怎处理啊嘛。明了，你要经这我。明了，毕业典礼迄天。 我较歹势，你毋通见怪呢。对啦，阮老爸的脚有要紧无？连续2摆受伤，当然有较严重啦。要毋过你放心，我已经甲开刀啊，一切拢真顺利啦。啊，静养几工应该就好。然后呢，我会当入去看伊无？当然啦，当然会使入去啊。要毋过我还佫有要。明了。是生气，这种代志吼，都要有耐心啦。 这我了解，明了啊，因爸仔囝斗阵遐济年啊，感情一定足深的。伊是要叫因离开，当然就较困难。对啦对啦，啊明娘我有问啊讲远嘞，啊不过吼伊的个性甲天教吼同款啦，拢讲袂顺车。淑琪，你到底伫个倒位？你敢知影？咱的囡仔明了，我已经找到。 虽然伊即摆还无法度接受我，也毋过我相信真紧伊就会转来我的身躯边。细明啊，细明，阿妈，阿姐，细明啊，我听秀华伫咧讲你找到阮干仔孙了呀，等人咧，你哪无甲带倒来啦？ 阿嬷，哈，囡仔是找到啊啦，啊，过伊养爸吼，脚骨小断去，送去病院。哦，佫是细微甲开刀的哦。啥？哎呦，这个代志咱才拄好啦。是啦，阿妈，相信吼，
我真紧就甲伊干仔孙吼带转来互你看。哎呦，打这种代志，哪会安尼点仔提来提去？甲既然知影人伫边呢哦，啊无我家己来去看。无啦，阿嬷，即摆已经足晚，无吼，你若要去，我叫秀霞带你去啦。唉，细明啊，阿嬷已经遮尔啊老啊，我是想讲哦，我会当较早看到伊，我较会安心。那自从恁倒送，甲恁敲送车祸了后，唉，我对这人生都另外一种看法啦。阿嬷，这我了解啦。咱即摆吼，咱已经找到明良啊，应该欢喜才对啊，莫讲迄有诶无诶啦。要若安尼，恁即久就带我来去病院啊？无啦，明仔载才去啦。哈？恁唔好，恁唔我家己来。无啦。阿嬷，阿嬷，阿嬷。医生，歹势啊！为着我这支脚带两间病院啊！你做你放心啦，咱妈先是讲吼，这间病院是伊开的呢，啊你要住偌久吼，做你住，啊拢免钱的哦。免钱的住偌久？而且病院住了足艰苦，药仔味遐重哦，你当做来这里享受哟。哎呦吼，我啥无想到，歹势。歹势，我讲哪讲哦，也是住家己的厝才会自由啦。唉，你假是我毋知你的意思。讲老实的啦，这明良啊吼，已经12岁啊，啊你声声句句讲要甲照顾，啊参照你这型的啦，你莫甲拖累着吼，迄就阿弥陀佛啦。其实吼，人细命嘛有我讲的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莫讲遐啦哈。好啦，我莫讲啦，啊安尼敢会用解决代志心？啊细命若要来带明良倒转来，啊你是要安怎处理啊？迄是我的代志啦。若要来带明良倒转来，啊你是要安怎处理啊？迄是我的代志啦。阿爸，阿爸，我甲你讲哦，这间病院足大间的呢，我找几百步才找有咯。对啦，医生，啊你好转去啊，你转去顾干妈店，啊才有明良陪我就好啊。好啦，啊你营营无代志吼，就留啊想者啦。明良啊，啊你即摆来转。啊，恁阿爸吼，好好甲照顾吼。哦。明良，啊？你来者。阿爸，啊，什么代志？阿爸交代你代志，你办得安怎？哎呦，阿爸，你叫我去找李阿甲，我是要去倒位找啦。而且医生嘛有讲过，叫你莫死叫学袂走，倒伫遮好啊治养啊。哎呦，脚才会紧好。唉，连善良人无资格通啊破病啦。无要紧啦，今日若我倒吼，阿爸，病要病转来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来去找啦。叫我去倒位找李阿甲。哇，这个阿爸袂歹呢，佮真舒适哦。较紧来，较紧来，好啦，唔好用看着啦，风看都飞去啊啦。细明啊，那是安怎雄雄打倒我直接停车啦？我刚才看到明良，甲恁相闪过呢。安尼，细明啊，啊你唔紧落车也找。哦，啊恁等我哈。阿爸，去人着啦呢。莫插伊啦，紧走啦，较紧啦。明良，先等我一下啦，较紧的啦，较紧的啦。